回門宴剛開席3分鐘，婆婆就叫我跪下認錯，我還沒反應過來，她一巴掌已經甩到桌上，全場親戚都在等我低頭。那一刻，整個宴會廳安靜得只剩冷氣聲，紅木圓桌擺滿菜，燈光金黃得像在演一場假繁華的戲。林家這邊的人坐得不多，但氣場卻完全壓不住對面陳家那一桌。我穿着回門禮服，手還放在膝上，剛剛敬完第一杯茶，連椅子都還沒坐熱，婆婆陳太就已經開口，入咗我哋陳家就要守規矩。她聲音不大，但每個字都壓着。我抬頭看她，還沒來得及回應，她已經把杯子重重放下。第一件事，先跪低認錯，整桌人瞬間安靜。我以為自己聽錯了。回門宴按理是女方回娘家體面場面，可現在像反過來審判。我微微皺眉，認咩錯？婆婆冷笑了一下，那種笑不是開玩笑，是提前準備好的。你入門3日，唔識得孝順，唔識得幫手，仲敢頂嘴。她說完，手掌直接拍在桌面上，啪的一聲，湯碗都震了一下。旁邊幾個親戚開始交換眼神，有人甚至輕聲笑了一下，像在看戲。我丈夫陳志明坐在我旁邊，低頭看碗，手指一直在轉筷子。他沒說話，一句都沒有。婆婆的聲音開始變重，跪低道歉。她再說一次，這一次比剛才更硬。我感覺到胸口有一點熱，但我沒有動。我不是不懂這種局，這種場合不是講道理的，是測底線的。你跪一次就永遠站不起來。我慢慢抬頭看着她，如果我唔跪呢？這句話出來，全場氣氛變了一下。婆婆的眼神瞬間沉下去，她站起身，動作很快，下一秒一巴掌直接甩過來，啪，聲音很響，但我沒有被打到臉，因為她只是用力拍在我旁邊的桌面上。可那個動作比真的打人還狠。她指着我，你以為你係邊個？呢個家輪唔到你講規矩。空氣開始緊，幾個親戚低聲說，算啦算啦，唔好搞大。但沒有人真的勸她，因為所有人都知道，這不是一場勸架，是一場立威。我丈夫終於動了一下，他抬頭看我，眼神很亂，但他說的話只有一句，你忍一忍啦。就這一句，像把我推回原位。我忽然笑了一下，很輕。婆婆看到我笑，火氣更重。你笑咩？我沒有回答她，我只是慢慢把杯子放下，然後看了一眼整個桌子。林家的人開始有點不安。我母親坐在我對面，一直沒說話，她只是看着我，那種看，不像看女兒，更像在看一個已經做出選擇的人。婆婆還在說，我哋陳家唔係你想入就入，想唔守規矩就唔守。她伸手指向我，今日你唔跪，就即刻可以走。氣氛已經到頂，所有人都以為我下一秒會崩，但我沒有，我只是把手放到桌面上，輕輕敲了一下，很清楚。然後我說，你確定要我喺呢度跪？婆婆拎住，她以為我會求饒，但我沒有。就在這一秒，我母親終於開口，
聲音很淡，但整個桌子的人都聽得見。唔使貴。他停了一下，然後補了一句，因為呢間酒店明天開始唔會再開宴。全場瞬間安靜，連空氣都像停住。婆婆皺眉，像聽錯。你講咩？我母親沒有提高聲音，她只是拿起手機，看了一眼時間，然後輕輕說：公司明天關門。那一刻，婆婆臉上的表情第一次不是憤怒，而是疑惑，像有人突然把她從戲台上拉下來。而我坐在原位，看着她，終於明白，這一場回門宴從來不是讓我跪的，是讓他們試我底牌的。回門宴結束之後，真正的安靜才開始，不是那種和平的安靜，而是像一塊石頭沉進水底後，整個水面突然看不清深度的安靜。我們一走出酒店，陳志明就變得很沉默，他一路都沒有看我。車門關上的那一刻，他才開口：你媽講嗰句係咩意思？我靠在椅背上，沒有立刻回答。窗外的燈光一盞一盞往後退，像剛剛那場宴會被切割成碎片。你聽到係咩意思，就係咩意思。我說。他握方向盤的手緊了一下。公司關門。他聲音很低，像不想承認自己聽清楚了。我沒有再說話，因為我知道有些話不需要解釋第二次。車裏剩下的只有引擎聲。回到陳家那棟樓時，已經接近晚上10點。樓道燈壞了一半，一閃一閃的，像情緒不穩的人。剛開門，婆婆就站在客廳。她還穿着回門宴那套衣服，但頭髮有點亂，不像白天那個掌控全場的人。她一看到我們進門，第一句話就很直接：你媽講嘅係咩意思？她盯着我，但我還沒來得及回答，手機就響了。是陳志明。他看了一眼來電顯示，臉色變了一下。他接起電話，喂。電話那頭不知道說了什麼，他整個人僵住。你再講一次。聲音開始變調。我看着他，婆婆也看着他。客廳的空氣開始變重。他握着電話，慢慢走到窗邊。那一刻，他不再是剛剛宴會裏那個沉默的男人，而是開始被什麼東西拉住的人。電話掛斷後，他站了很久。婆婆忍不住問：發生咩事？他沒有立刻回答，喉嚨動了一下。酒店剛剛通知。他停住，像不知道該怎麼說完。我看着他，他終於補了一句：所有宴會合作取消。婆婆拎住，點會取消？他聲音提高了一點，點解會突然取消？陳志明沒有回答，他只是低頭看手機，手指開始亂，像在找什麼，但又不知道找什麼。婆婆走過去，一把抓住他手臂。你講清楚。他抬頭看他，眼神第一次不是逃避，而是混亂。唔係酒店問題。他說，係所有合作方同一時間撤。這句話落下來的時候，客廳靜了一秒，然後婆婆突然笑了一下，很短。唔好玩啦，邊有人可以一通電話搞成咁？他轉頭看我，係咪你搞嘅？我沒有回答，但他已經開始覺得不對，因為他第一次發現我沒有否認。
沉默比否認更重。陳志明這時候手機又響，這一次他直接按了免提，對方聲音很急：陳生，唔係我哋問題，係上面通知全部終止，我哋都冇得揀，而且唔止我哋一間。電話掛斷，婆婆的臉開始變色，她慢慢坐下，像突然失去支撐，但她還在找理由，唔可能，一定係誤會。她喃喃自語：我哋陳家做咗咁多年生意。她說到一半停住，因為她終於開始意識到一件事，這件事不再是生意問題，而是被點名。我走到廚房，倒了一杯水，水很清，水聲很小，但客廳的聲音很大。婆婆開始打電話，一個接一個，但每一通都差不多。唔好意思，已經取消。唔好意思，全部停止。唔好意思，冇得改。她越打越快，手開始發抖。陳志明站在原地，像一個被抽空的人。他終於看向我，眼神很複雜，有恐懼，有疑問，還有一點他自己都不敢承認的後悔。你媽到底係邊個？他問。這一句比之前所有問題都輕，但也最重。我喝了一口水，然後說。你今日先開始想問呢個問題。他沉默，客廳裏只剩電話忙音。婆婆突然停下所有動作，她看着我，第一次沒有憤怒，只有不確定，像終於開始懷疑自己剛剛在宴會上做過的事。我把杯子放下，聲音很輕。你哋今日叫我跪低。其實你哋跪咗，只係你哋未發現。那一晚之後，陳家開始出現一種很奇怪的變化，表面上什麼都沒變，但每個人說話的方式都變了，像一棟原本開着燈的房子，被人悄悄換了電源。第二天早上，婆婆比平時起得更早，但她沒有做早餐。他坐在客廳，一直盯着手機，屏幕亮了又滅，滅了又亮，像在等什麼判決。陳志明一夜沒睡好，眼圈很重。他走出來的時候，第一句話不是問吃什麼，而是問仲有冇消息。婆婆沒有抬頭，冇。他說得很短，但那個冇比任何解釋都重。我從房間出來的時候，廚房是冷的，水壺空着，桌上沒有碗。這個家第一次沒有被安排好的早餐，空氣有點亂。陳志明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裏有一種很明顯的東西。他開始把我當成變量，而不是家人。婆婆突然站起來，我打去問清楚。她語氣很硬，但手有點抖。電話打了很久，對面接通的時候，她語氣立刻變了，從命令變成試探。喂，我係陳太，昨日宴會嗰啲合作。對方不知道說了什麼，她臉色一點點變白，然後她提高聲音。點解會全部取消？停讀。電話那頭回答很簡單，上面通知，就4個字，沒有解釋，沒有商量。電話掛斷，婆婆站在原地，像被抽走了一根骨頭。陳志明走過去，媽，她剛開口，婆婆突然轉頭，你知唔知發生咩事？他聲音開始失控，你老婆嗰邊到底係咩背景？這句話說出來的時候，他第一次不再是婆婆，
而是一個開始恐懼的人。陳志明拎住，我唔知。他說得很慢，像真的不知道。但他越說不知道，婆婆越不信，因為不知道本身就是問題。我坐在餐桌旁，沒有插話，只是看着他們。有些局已經不需要我推動，他們自己潰崩。中午的時候，門外來了一個快遞，陳志明去開的門，回來時手裏拿着一個文件袋，沒有署名。他打開，裏面只有一張紙，很簡單，一行字，全部合作暫停，沒有解釋，沒有署名。婆婆看到那張紙的時候，整個人靜了一下，然後她突然笑，但那笑很乾。唔可能，呢啲一定係人做錯。她說完又開始打電話，但這一次她打給的不是客戶，而是以前的熟人，但每一通都很快結束，不是拒絕，是直接掛斷。陳志明站在一旁，越來越沉默。他開始意識到一個更嚴重的問題，不是誰取消了合作，而是所有人同時不想解釋。這種沉默比拒絕更可怕。傍晚的時候，婆婆終於坐下，她不再打電話，她只是盯着地板，像在重新計算某些東西。陳志明突然開口，會唔會係林家做嘅？這句話很輕，但落下來的時候，婆婆猛地抬頭，她沒有回答，但她看向我的那一眼，已經說明一切。懷疑開始成形，而懷疑一旦出現，就不會停止增長。我終於站起來，走到廚房倒水。水聲很清，但客廳很安靜。婆婆低聲說了一句：如果真係佢哋做，她沒有說完，因為她已經不敢說完。陳志明站在窗邊，看着外面，突然說了一句很輕的話：我哋係咪惹錯人？沒有人回答，但空氣已經替他們回答了。我把水杯放下，看着他們。這一刻，我很清楚一件事：真正的下跪，不是在宴會那一秒，是在他們開始找理由的這一秒。第三天早上，陳家已經不一樣了，不是環境變了，而是人變了。說話開始變慢，動作開始猶豫。每個人都在試探下一步會不會出事，空氣裏有一種很明顯的東西，不確定。陳志明一早就接到電話，他接電話的時候特意走到陽台，但我全是聽見了幾個詞：暫停、全部、暫時不處理。他掛掉電話後，在陽台站了很久，風吹進嚟。他沒有動，婆婆沒有像以前一樣催他吃飯。他坐在沙發上，一直看他，那種看不是關心，是計算。我在廚房切水果，都落下去的時候很穩，蘋果的汁水慢慢流出來，像某種已經開始的東西。陳志明回到客廳時，婆婆開口了。你公司點？他停了一下，暫停咗幾個項目。婆婆皺眉，點解會咁？他沒有回答，因為他不知道怎麼回答。這件事已經超出解釋的範圍，他更像是被人按了暫停鍵的系統。婆婆突然看向我，你媽有冇再聯絡你？我搖頭，很簡單。但這個搖頭讓他更不安，因為沒有聯繫本身也是一種控制。午後，
門外來了一個人，不是熟人，是陳志明公司的合夥人。他站在門口，沒有進來，說話很直接。志明，公司資金鏈有啲問題，有幾個合作方臨時撤資。陳志明臉色變了。全部？對方點頭，然後補了一句，唔止我哋一間。說完他就走了。門關上的時候，客廳裏沒人說話。婆婆的手開始發冷，她把杯子放下，又拿起來，又放下，像在找一個可以找住的東西，但什麼都沒有。陳志明坐下，他第一次沒有看我，而是看地板，唔係巧合。他說，婆婆突然站起來，唔可以係佢哋。他聲音開始高。佢哋只係普通做生意，但他說這句話的時候，自己都不信，因為普通做生意不會讓所有人同時後退一步。傍晚，陳志明又接到電話，這一次他沒有避開，直接按了免提。對方聲音很冷，陳生，你哋所有信託評估被重新審核。暫時凍裂，建議你哋先處理內部問題。電話掛斷。內部問題4個字，在房間裏回燙了1秒。婆婆突然笑了一下，但那笑很乾。內部問題，她重複了一遍，然後她看向我，這一次不是憤怒，是判斷。你哋林家到底做咗咩？我放下水果刀，沒有回答，因為我知道現在說什麼都沒用。他們已經進入了解釋失效期。陳志明站起來，他第一次直接問我：你哋係咪早就知道？我看着他，很平靜。知道咩？他拎住，因為他發現他連問題都問不清楚。婆婆突然低聲說了一句：如果真係佢哋做。她停住，然後補了一句更輕的：我哋係咪一開始就錯咗？這句話出來的時候，整個房間安靜了1秒。這是第一次，他們不再討論解決問題，而是在討論是不是錯了。我把水倒進杯子裏。聲音很輕，但我知道這一刻開始，他們已經不在同一個位置上了。因為恐懼一旦開始轉向自我懷疑，結構就會自動蟲洞，而蟲洞之後就只剩下一個問題：誰會先承認自己輸了？